今日啊吼，我用台语讲得较熟悉。今日大家吼非常荣幸会当邀请咱蔡聪明电脑师来甲咱主编来讲这个和谐家庭吼。 点文书特点，今日来加入普教来指导，咱即摆呢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感谢。谢谢但是呢，这个内容我相信讲咱带点文书讲了拢足精彩啦但是爱是去做，照迄个后果讲的归讲，做的归做。这个做言行爱一致，言行若有一致，讲的一回事，做的一回事，安尼有印证、印证所以真要讲咱讲的讲我不到了下昼夜啦，不到要食饭。 要食饭，同事讲的，我要食饭，食饭会饱未？会食饭会饱但是讲的袂饱对无？安怎真正摕饭互咱食，咱真正食饭，咱就来饱，对无？所以今仔日带点文书遮主编甲咱讲遮济物件，嘛是希望咱每一个人，今日咱是大家拢是会当讲是平阳的修道的家庭。 也平阳的地主，希望讲咱会当呢真正咱的家庭会当和谐。家庭要和谐，来讲过去咱讲圣人甲咱讲的，要家庭的和谐，先爱啥？先爱结婚、弟弟、异性、心情、心修、家人节爱先五项功夫的，对无？ 格物致知嘛格物跟格什么物？要结什么婚？结婚这个结婚不是讲今天三瓜有爱，这个哪有瓜无爱？迄毋是结婚那较早王阳明迄结婚是讲我这项买，这项也买，安尼叫做结婚伊要结的不是要结有形的婚，但是咱今日要结婚是结无形的婚。 无形的婚，咱有贪亲痴爱，无贪爱，咱来结交啦，心物嘛，心物，咱心的本，若会当结，所以心本也会结，结婚是互异性，所以咱会结婚，对咱的身份结婚了后，咱的义就会成，有成。 有迄个生意出来就有力，异性是心静，心就会静。尼今一个咱义无成，心就袂静，心袂静，行为就袂静，对无？所以咱中国人咧穿衫，尤其即摆现在较无啦若无咱中国人咧穿衫，头前这个轻嘛轻这轻就爱有劲，敢袂使做大细点。即摆咧做好看，可能有嘛无咧看啦若无这轻，一定爱做对像我即摆相机有对无？我若心有对，我即个衫穿的就有对。我心若无对即个衫穿的就有对。对无？所以因此，咱心有正，有正，以诚心就有正，心有正，心就会修，心修大家会正。有人时讲来讲翁仔某翁某啦翁某为什么会相来相骂？为什么袂和？有当时先生做不好，太太就走了，对无？太太走了，先生搁搞紧，搁歹脾气，这
做些家庭就袂好啊，吼，但是所以要和谐，要家庭那边和，有当时啊含祖母嘛痛苦，对无？所以真济前道的道亲，我看看，这拢老菩萨较济啦吼，前道的道亲吼。那年轻人较要紧啊，即摆签到像我这年岁袂啊吼，签到的道亲要小心注意后面的行为，后面的思维，哦，咱的行为，咱的思维，所以家庭要和谐，唔是单方面的，是社会方面啊，哦，啊，因为这个家庭就是真济成员，就讲有父母。啊，有兄弟，有姊妹，有夫妇，哦，安尼吼，啊，即足济因素，要安怎互和谐？要我即个身躯身上，我即个身躯若无和谐，啊，百病就招来，对无？哦，我即个身躯无和谐，哇，我即摆哦，迄个啊，都三高啦，过肥啦，我像我即摆嘛爱减肥的吼，我即摆讲较重啊。哦，安尼就对啦吼。啊，人拢甲我讲啦，讲爱健身无要紧啦，人讲君子不用则不威啦吼。啊，所以讲甲我是较重的啦吼。啊，所以即个今仔日咱大家啊，来听着咱蔡讲师主笔啊，甲咱讲即个和谐家庭，希望咱大家真正照伊讲的去做，安尼咱大家有感觉讲应该还无应该？应该啦吼，啊，其实真正家庭会和谐袂和谐，毋是讲啊，拢先送安怎样？哦，人讲钱无两个袂谈啦，手无两支袂响啦，对无？安尼会晓袂？有啦，两支袂响，一支袂响。哦，啊，有当时啊，家庭要和谐，有当时啊嘛是。人讲唔通一个唔惊，啊一个大声，安尼对对吼。啊一个唔惊，哦，为什么来唔惊？啊，有个查某较早迄时啊，困倒啦，啊较早就互翁婿拍，哦，好咯，你甲要拍我嘛甲你拍，啊大个两细个，哦对无？啊就一个唔惊，啊一个大声，啊一个有当时啊查某咧大声。啊，查某就较平稳，哦，啊有当时啊查某的心内无快乐，底较无拄好，啊查某较平稳，安尼自然的家庭就会和谐嘛，吼，哦，啊所以刚柔并济，好家己，咱的喙齿有咱的喙内有足好的体示，咱身躯所有的。咱的喙齿上定，喙齿有定无？啊，喙齿定，迄个刚啊，啊，咱的舌上软对无？哦，舌头最软的啦吼，啊，所以吼，请问，你喙齿有人接过无？有人接喙齿无？哦。啊，奇怪，迄上定的代表做讲哦。啊，有人接舌的无？哦。无咧。啊，稚嫩的伊袂，毋免食个一领伊柔嘛，